歡迎嚟到嶺南文化天地啦！咁香港係嶺南文化一個好璀璨嘅一 part 嚟嘅，我唔可以唔講香港就可以講嶺南文化嘅，所以我好關心香港嘅。咁我呢個頻道呢，響油管 YouTube 呢，又應該係冇流量唔受歡迎嘅，因為響油管 YouTube 上受歡迎嘅只有係死咁鬧香港嘅，你先有流量嘅。如果你係中立嘅想有啲建設性意見嗰啲咧，流量咧想幫香港嘅就冇流量嘅，所以大家有呢個心理準備，或者睇唔到我呢個視頻。咁我個意思就係話咧嚇，你坐響西方日日鬧，我哋都睇到佢日日響香港鬧香港冇言論自由嗰啲人嘅，佢咧係從來都唔會同你講，佢而家自己坐響西方嗰笪位置啊，嗰個社會福利醫療。佢個社會治安教育同香港比啊，佢係點樣嘅樣？因為香港響呢啲咁嘅社會民生或者係醫療啊、教育啊、治安啊、社會福利啦，係咪啲老人家啊、青少年啊咁樣失業者嗰啲社會福利，香港係響世界係好前列嘅，而且香港係世界上最長壽嘅地方。佢嗰啲坐響西方日日鬧香港嗰啲人，又唔俾辦法嗰啲人啊。唔俾中肯意見嘅啲人啊，佢哋從來都唔會提香港響舊年同埋今年都係世界上最長壽嘅地方。如果香港係真係一無是處啊，點會有世界最長壽啊？第二個咧，世界最長壽第二名係日本啊。香港嗰個長壽率比台灣高好多㗎，比英國啊，美國啲高好多。咁我就即係想講即係佢哋日日鬧香港，梗係有流量啦。唔鬧香港，佢哋邊度有流量啊？咁即係我唔中意就係話帶住啲政治嗰啲眼鏡啊，政治意識形態嗰啲色彩就去鬧香港。咁你都俾啲方法除咗鬧，你都要俾啲建議。你有咩好意見，有咩好建議？你嗰度嗰啲福利啊點樣係咪好過香港？嗰啲咪教香港政府做嘅嘢咯，係咪？你鬧咁多，你鬧冇問題啊，不過唔好帶太多政治嘅色彩，因為太多個民粹啊同埋政治色彩咧，對香港咧真係響呢個咁嘅好艱難嘅時候，即係響個大火之後啊，即係對香港係好唔好嘅，即係香港人要走出嗰種好低微，即係好冇咩自信心嗰種咁嘅心理狀態先得，因為我自己。係咪係廣東人，係華南人，話嶺南嘅文化，香港係好重要一個部分，係咪？香港唔